也太乱了吧！哦，嗨，彤彤姐姐。嗨，默默。哎，你知道亚黑马给？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哦，我说亚黑马给就是这是什么啊？哦，亚黑马给这是什么呢？彤彤姐姐，萌萌，那是我的臭袜子啊！臭袜子，好恶心哦！啊，那这又是什么啊？亚黑马给哦，那个是我刚刚擦鼻涕的卫生纸啊！点点，你真的太夸张了啦你！哦，点点。用过的卫生纸应该要丢到垃圾桶去，穿过的臭袜子也要拿去洗才对啊！你看你把桌上弄得这样乱七八糟的，这样不行。默默，我们来帮忙点点把桌上收拾干净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谢谢你们的帮忙。是生意，要小心什么啊？我是说，是生意，不客气的意思。好，赶快来把桌上整理干净哦。书本要放一起。谢谢彤彤姐姐。是生意。好，臭袜子跟卫生纸，那文具也放一起哦。谢谢彤彤姐姐。是生意。亚黑马给，亚黑马给，这是什么呢？点点，亚黑马给，那是番茄。亚黑马给，那是杯子。亚黑马给，那是袜子。哇，厉害哦！是生意，是生意，不用客气。点点，这是你的信。哇，我的信哎，谢谢彤彤姐姐。是生意。亚黑马给，还有是生意。2句客家话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下次见喽！张磊亮。